尋晚我弟講到，人類經過幾千年海仰望同埋幾十年海太空競賽中，屋嚟到咗月球，海門見前面。蘇聯同美國兩位主角克羅廖夫同馮布勞恩一角已經過咗身，另一角中屋等到咗佢一生最大海基位。土星5號火箭已經準備好咗，阿波羅10號海彩排順利完成，人類距離月球表面只差最後一步。慢慢合埋眼，放鬆呼吸。等我哋繼續講埋呢個關屋月球海故仔。1969年7月16號，美國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航天中心，土星5號運載火箭屹立集發射台上邊110米高海巨型新鬱，集清晨海陽光底下閃閃發光。佢係人類到目前為止建造過最大最像海機器。火箭上面搭載住阿波羅11號飛船，入面有3位航天員指令：尚尼爾岩士、唐指令艙駕駛員米高哥連斯，同埋登月艙駕駛員巴茨奧爾德林。佢第3個人即將執行人類歷史上最危險、最雄心勃勃可任務離開地球，飛去月球，然後降落集月球表面，最後安全返嚟。倒數計時1987654321點火。土星5號改5個巨大引擎，同時點燃3400噸外推力，令到成架火箭慢慢離開地面，伴隨住震耳欲聾、海轟鳴聲同埋耀眼海火焰。佢越升越快，越升越高，冇幾耐就變成天空上邊一粒細細海光點。地面海關眾弟到目瞪口呆，有人歡呼，有人流眼淚。呢個係人類有史以嚟最壯觀海一次出發。4日之後，7月20號，阿波羅11號抵達咗月球軌道。哥連斯留集指令艙哥倫比亞號入面繼續環繞月球飛行，而岩士、唐同奧爾德林就進入咗登月艙鷹號，開始向月球表面降落。降落海過程並冇順利，電腦不斷咁發出警報，燃料越嚟越少。預定海降落點原來係一個佈滿碎石、矮危險區域。岩士唐冷竟咁切換到手動控制，駕駛住鷹號越過碎石溝，問緊一個平坦海地方降落。地面控制中心海人全部都屏住呼吸，心都提到嗓子眼。燃料警翻30秒、20秒、10秒。中屋岩士唐把生透過無線電傳翻嚟侯斯讀，呢度世景海基地鷹號已經成功着陸。控制中心即刻爆發出雷鳴般海歡呼聲同掌聲。人類第一次將一架飛行器安全咁降落到另一個天體上面。7個鐘頭之後，岩士唐由鷹號登月艙開起落架腳墊，一步一步咁行落嚟。佢開左腳首先掂到月球表面海塵土，然後佢講出咗嗰句著名海說話：呢個世國人海一小步，但係人類海一大步。就係衡陽第一個人類海腳印，印咗集月球海土壤上邊。呢個腳印因為月球上面冇風冇雨冇任何侵蝕，理論上可以保存幾百萬年甚至更耐。奧爾德林冇幾耐之後都落咗嚟，佢望住四周圍海景象，用咗一個詞嚟形容：滑力、海荒涼。佢抵集月球表面逗留咗大約2個半鐘頭，插咗美國國旗，放低咗一塊紀念牌，上面寫住：我哋係為咗全人類愛和平嚟到呢度。佢哋仲收集咗21公斤海月球岩石同土壤樣本。然後佢哋翻上鷹號，休息咗幾個鐘頭之後，鷹號海上升段點火，帶住佢哋離開月球表面，翻去同哥連斯海哥倫比亞號會合。7月24號返回艙，安全降落集太平洋。3位航天員俾航空母艦救起，佢哋完成咗人類史上最偉大海一次旅程。阿波羅11號海成功震撼咗成個世界。
全球有大約6億人透過電視直播，見證咗呢個歷史時刻。霎嗰一刻，地球上面海國界重續議事，形態全部都好似暫時消失咗。某人世，美國人或者蘇聯人，大家都逝，人類大家都為同一件事感到驕傲。不過人類海腳步並冇停集角度。自阿波羅11號之後，美國總共又發射咗6次阿波羅飛船，其中5次成功登陸月球。阿波羅12號集1969年11月登陸航天，原仲行到去1967年降落海測量員3號探測器旁邊，測咗其部分零件帶返地球研究。阿波羅13號就細過次著名海成功海失敗，飛船集前往月球途中，氧氣罐爆炸，3位航天員靠住緊有海資源同地面海智慧奇機咁安全返到地球。呢個故仔後來仲拍成咗電影。阿波羅14號去咗月球，海高地地歐。阿波羅15號細，第一次攜帶月球車載人物，航天員可以駕駛住月球車，集月球表面周圍走，探索海範圍大擴展咗。你諗下，集月球上面揸車細一重，咩也敢缺，因為引力得地球1/6，架車行起上嚟，衛青飄飄近，車路揚起海塵土衛，以完美海拋物現飛出去，然後慢慢跌落嚟，因為冇空氣阻力。阿波羅16號去咗月球海山丘，最後一次係阿波羅17號。1972年12月，航天員尤金賽爾南成為咗到目前為止最後一個企集月球表面海人類。當佢離開月球蓋時候，佢講咗一句說話：我哋嚟過，我哋探索過，我哋會再返嚟。成個阿波羅工程歷時大約11年，到1972年12月結束，總共有12位航天員成功登上月球。阿波羅計劃海總成本大約係254億美元，如果換算做今日海或幣，價值差唔多等於1520億美元。呢個數字的卻好驚人，但係佢帶嚟海回報，亦都遠遠超過咗呢個數字本身。你可能有聽過一啲講法，話阿波羅登月係假海誓，美國政府雜設影棚入面拍出嚟呃人海。呢個就係著名海登月陰謀論。有人話，點解插集月球上邊海國旗好似俾風吹起近樣？月球明明冇空氣又點會有風呢？其實係因為之旗咁海設計，國旗頂部有一條橫咁撐住，令到塊布保持展開海狀。航天員集安裝海時候扭動旗咁塊布，因為慣性而出現咗波浪形海節奏，望落去就好似俾風吹起咁樣。集真空環境之下，冇空氣阻力呢，個波浪會維持好耐先至平息。有人話，點解背景海天空一粒星都冇？月球冇大氣層，照計應該見到滿天繁星先然㗎。其實係因為月球表面集日頭海時候，俾太陽照到好光，好光就好似地球上面海大白天一樣。相機為咗要影清楚着住白色太空衣海航天員同埋光亮海，月球表面曝光時，堅要校到好短，硬樣微弱，外星光就冇辦法被相機捕捉到。你試下集地球海大，白天舉起手機向天影相，一樣影無到星星㗎。有人話，登月海錄影片段入面，航天員海影子方向無一致，證明細設影棚入面有多個光源。其實月球表面並冇平坦地形，外起伏位令到影子出現，視覺上海扭曲。再加埋太陽本身冇細一個點光源，而細有一定海面基，所以影子海邊原位有低模糊，望落去就好似有多個光源近樣。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有意思海古仔。1970年，贊比亞有一位修女叫做瑪麗尤肯達渠，寫咗一封信俾國家航天局太空航天中心海科學副總堅恩斯特博士。
雜訊入邊佢問咗一個問題，佢話：目前地球上仲有咁多小朋友，連飯都冇得食，你點解忍心光幾十億美元花砸去火星海橡木上面？呢個問題，我相信好多人都思考過。人類花費肯大量海時間同金錢砸太空探索上面，真係有咩實際海收或咩？成日聽人講太空探索係造福全人類海事業，但係對屋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嚟講，真係有被造福到咩？恩斯特博士好快就回咗信俾佢。呢封信雖然講無上係一個完美海答案，但係入面有低觀點，卻是值得我哋深思。博士話佢無細無知道有好多小朋友食無飽飯，美國又好，其他國家又好，每年都有播出資金用喺救助項目上面。意思即係話國家為救助，但細無為光，大部分海錢都定晒落救助項目度。呢個其實都冇難理解中。國民間有句俗語叫做救急不救窮。好多人你俾錢佢使完咗咪一樣細窮。坎洋海救助幾乎就細無底洞，將大部分海錢定落無底洞度，絕對無細一個英明。海國家領導人為做海事，國家海錢仲要用喺醫療教育、城市建設、交通運輸、探索宇宙、國防、環境保護、農業，仲有其他好多國內外海工程上面。太空探索雖然冇能夠直接提供食物解決饑荒問題，但係佢帶嚟海大量新技術可以民用化。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大概有1000項左右海科研成果被民用化。呢啲技術為人類打造出更好海廚房用具同能源設備，更好海輪船同飛機，更好海通訊設備，更好海醫療設備。講兩個簡前海例子俾你聽下，例如尿不絲，即係指尿片，最初就係為咗解決航天員海生理需求而發明海。頭先講過，海加加林、謝坡德佢哋全部都遇過急尿海情況。謝坡德嗰次因為火箭發生故障，佢集艙入面等咗3個幾鐘頭都仲未發射，最後頂無順，直接屙咗集太空衣入面海綿褲上面。你諗下，成身濕晒緊樣，坐集火箭入面，個重感覺應該好難頂。仲有一院用到海核磁共振同埋電腦斷層掃描，即係我哋成日講海磁力共振同電腦掃描，亦都係原屋當初為咗畫得更加清晰海月球照片而開發海一重數字影像處理技術。呢兩項技術可以話拯救咗無數人海性命。如果冇咗太空探索海推動呢啲技術，或者都未被發明出嚟，但係一定冇咁快，可能要推遲10幾20年，甚至更耐。而喺呢段時間入面，會有多少病人因為冇呢啲設備而錯過咗最佳海治療時機呢？博士仲話佢自己係完全贊成多撥出一啲稅款嚟幫助飢厄海小朋友海，但係好可惜，呢樣也冇細個人話咗，就算屬海呢個屬屋集現有海救助項目上面增加救助金額，需要相關部門提出預算，然後由國會批准先至得。未經國會批准，海預算項目細，無謂得到資金支持。海，然後我哋可以將思維放得再大少少。地球係點樣誕生海？人類從邊度嚟？死咗之後又會去邊度？呢個其實先至係人類海終極命題。喺地球上面恐怕已經問無到答案，所以宇宙海探索對屋人類海意義非常之重大。再將思維拉返嚟地球，我哋而家生活喺呢粒生機盎然、海藍色星球上面，地落去過得都仲算冇錯。但係若干年之後呢？地球海資源總會有枯竭，愛一日前世害呢從不可再生，資源就值得人類重返月球。月球上面蘊藏住風、富海海參，呢樣也是地球上及之稀有海，
但細集月球海土壤入面就大量存在氦三世一重，非常理想。海核聚變燃料，如果有一日人類掌握咗可控核聚變技術，月球上面海氦三足夠供應地球使用幾千年咁耐。而人類重返月球，海計劃其時一早已經雜道進行緊。2017年，美國特朗普執政期間成立咗亞提密斯計劃，呢個係由國家航天局領導，海多國合作登月計劃。亞提密斯係希臘神話入面海月亮女神係太陽神阿波羅，海姐姐。所以呢次任務海目標係集阿波羅計劃海基礎上面進行一次重大升級。航天局話要令第一位女性同一位非白人人蟲登上月球，而且仲要集月球表面，建立長期可以逼人類居住嘅基地。最終海目標係將人類送往火星。截止2023年9月，已經有29個國家簽署咗呢個協定，包括歐洲航天局、日本航天局同加拿大航天局等等。2022年10月16號，航天局及甘迺迪航天中心成功發射咗阿提密斯1號火箭。呢次細集月球表面着陸之前，航天局剛為進行海兩次繞月飛行入面，海第一次佢集月球軌道運行咗6日，集2022年12月11號返回地球。第二次繞月飛行剛為由阿提密斯2號完成，而且呢次剛為細近50多年嚟首次載人登月任務計劃集2024年11月發射。如果阿提密斯2號任務順利完成，引阿提密斯3號載人登月任務剛為集2025年進行呢一次，剛為送第一位女性同非白人人蟲到月球。再往後，海阿提密斯4號計劃集2028年同月球軌道空間站對接。此後，海每一年都為往返月球。即係話，如果一切順利，海話我哋呢代人集好快，海剛來就可以親眼見證人類重返月球，改歷史時刻。當然，美國並無係唯一一個對月球感興趣愛國家。2019年1月3號，中國海嫦娥4號發射升空，成功集月球背面軟着陸。中國成為咗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將航天器登陸月球背面海國家。登陸月球背面並冇係一件容易海事，因為月球本身為咗擋地球同月球背面之間海直接通訊，所以必須要發射一粒中繼衛星先去到月球軌道，負責轉發信號。呢個係一項好重大海航天突破。2023年8月23號，印度海月神3號成功集月球南及附近着陸。印度成為咗繼美國、蘇聯同中國之後第4個成功登陸月球海國家，亦都係第一個集月球南及附近成功登陸海國家。月球南極之所以更受關注，係因為科學家相信角度海永久，因影歐入面可能存在水冰。如果有水咁，人類集月球上面建立基地就會容易好多。2022年，中國用集太空探索方面海總支出大優勢120億美元，全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全球太空投資正集到再次爆發。蘇聯雖然一早集1991年解咗體冷戰，徹底接觸，但係太空探索海腳步從來冇停過。講返轉頭，蘇聯嗰邊自從克羅廖夫過身之後，探月項目就一蹶不振。蘇聯人寄予厚望海恩一運載火箭，集1969年到1972年之間進行咗4次發射試驗，全部都以爆炸收場。第二次爆炸甚至直接炸毀咗發射塔，成為咗火箭史上最大規模海爆炸。重重海技術失誤，再加埋缺乏資金支持，蘇聯海登月計劃最終只能夠無奈更宣告破產。從接局上嚟，第美國通過率先登月，贏咗呢場太空競賽。隨住太空競賽海接觸，美國對登月海興趣集。
20世紀70年代初期逐漸減退。1975年7月15號，蘇聯海聯盟19號發射升空，6個半鐘頭之後，帶有對接艙海阿波羅飛船亦都發射升空。7月17號，兩架飛船集地球軌道上面對接咗，兩艘飛船海指揮官互相握手交換禮物，仲參觀咗對方海飛船。衢第海太空握手象徵住冷戰後期美蘇關係海緩和，兩國曾經海敵人襲擊100公里高海太空上面短暫咁成為咗朋友。有時諗起嚟真係好神奇。人類由最初抬起頭望住月亮，充滿咗好奇同想象，到後嚟用望遠鏡觀察衢海表面，幫衢低山同海改名，再到發射探測器飛過去，第一次影到衢海背面，最後親身飛上去降自己海腳印留集衢海土壤上面。呢一切只不過係短短幾10年前海事，集人類幾千年海文明史入面，太空時代只不過係一瞬間，但係正係呢一瞬間永遠近改變咗人類對自己海認知。我哋中屋知道地球無西宇宙海中心，太陽無西繞住地球轉。我哋中屋知道我哋腳下海呢粒藍色星球只係宇宙汪洋入面一粒微塵。我哋中屋知道集呢粒微塵上面發生海所有戰爭、所有紛爭、所有仇恨，由太空望翻落嚟，全部都不值一提。月球就集嗰度38萬公里之外，緊緊咁陪住地球，陪住我哋。佢上面有12個人類海腳印，有一支美國國旗，有幾架月球車，有各種探測器海殘骸。佢哋全部都係人類探索精神海見證。有一日，會有更加多海人踏上月球。有一日，月球上面或者會有城市，有人類長期居住，矮基地。小朋友集月球上面出世，集月球上面上大佢哋抬起頭望到海細一粒，好大好大海藍色地球，而無細月亮。而我哋就係一切海起點。而我哋呢一代人好可能就係見證人類重返月球。我一代人而家慢慢放鬆你佢身體，放鬆你佢每一條肌肉。想象一下，你集月球表面四周圍晒一片無邊海寂景，你聽唔到任何聲音。望翻轉頭，一粒藍色海地球掛集漆黑海，天空上面好景，好景。集嗰一刻，你所有海煩惱、憂慮、壓力全部都消失晒，景勢剩低宇宙、海寧景同埋你海呼吸，慢慢唞，好好瞓，好夢。